有，我们都就是一直有在那个联络，然后很祝福他啦。我有跟他打气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认真经历过就是新闻风波的人，这样，因为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就是承受的。有，我们都就是一直有在那个联络，然后很祝福他啦，因为他每段恋情都被媒体高度的这个关注，我觉得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很辛苦，对啊，因为像现在那么多的新闻，那我觉得他至少是正面的，然后是幸福的，对，就跟我现在一样，跟 JKF 女篮坐在一起，非常的幸福，然后可以很大方的左右让观看一下，很爽。对他有去。我们没有打到，因为他好像是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，他离开了。然后我先过去，就先跟几位大哥们，就是阿瞎子一下，就比如汤哥啊，然后还有老板们，就宪哥也在，所以很多都有在聊聊天。有，我有跟他打气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认真经历过就是新闻风波的人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先自己好好的调试自己的心情比较重要，真的，因为要多给一点正面的力量嘛，因为不然就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就大家都不想看到，因为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就是承受的。他有特别跟你说什么？就是你鼓励他？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我觉得他就是很棒的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正常吃饭，然后我们就聊聊之前他有来上过我们综艺玩很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有趣的事情，对，都是正常的朋友的互相寒暄啊，很满哦。那三位哪一位是你的菜？一定要选一个的话，我觉得你还算有菜，对，然后安息可以是就是在就偶尔交往一下。哇，妮娜是真的是很有气质的那种型，我觉得也是我的菜。好了，我很乱啊。好期待哦！想看吗？你也很喜欢。我也，你喜欢看我很大？对啊。我也喜欢很大。